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了琼林的鹿寮坑。在客家话当中，地名里加入了坑，代表这里是一座大山谷的地形。而鹿寮坑有一片称为自然谷的山林，有一群爱护自然生态的人守护着。沿着步道走，来听山城说故事。那我很好奇啊，以前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客家庄？其实客家庄在浅山地区都是很淳朴，但是就是辛苦。比如说像这一条路不是柏油路啊，我听村长讲，它这个就是一条田埂路而已，他们都是走路上来。那所以他们要在山下买米上来，然后这边以前没有种果树的时候是烧炭，那炭呢又把它挑下去，那砖头要盖房子，砖头要挑上。但是没有怪手的时代，其实全部都用人力，其实非常辛苦。这片山林是由居民和环境保护的志工一起共同维护，记录自然谷的生态，并持续追踪观察。山林步道也由他们清理掉落的段木，让每个人都能够自在的走访。那为什么吴大哥会想要来这里，然后让这里变成这个自然谷？应该也是个缘分呐。我们本来就在找比较自然生态的地方，那没想到这里已经荒废10几年之后，动物就回来了，很多保育类的都看得到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慢慢变成他们的家，就是变成他们的天堂。好，我们就希望让更多人发现这里其实是很漂亮、很美。为了守护树林不受到人为伤害，透过山林导览，闻闻植物不同的气味，抬头寻找昆虫的身影，从了解生态当第一步，建立每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。我是有听说，以前住在这里的客家小孩啊，也都会有这个攀树的一个当休闲。对，因为以前没有什么秋千啊，那什么溜滑梯之类的，那树就是他们的游乐场，爬上去又可以摘水果，可以吃。所以其实，在这种乡下小孩啊，几乎攀树他们都是共同的回忆，然后每个人讲到树就是非常的开心，就啊我这棵曾经爬过啦，然后这棵树以前是长怎样，现在我更高大之类的，所以就知道这个树我就是传承下来的回忆。一起来跟大自然对话，从树枝的脉络寻找栖息的动植物，静静的看，你会发现这片山林是用对树木的尊敬与感念而保留下来，再用无私的心与来到鹿寮坑的每个人共享。